為咗令大家可以更加直觀地觀察個療效咧，我哋設計咗一系列多角度觀察療效嘅一個流程。每一次治療前，我哋都會教大家觸摸一個黏連團塊嘅大細、軟硬、疼痛。咁治療之後咧，你再去摸翻相同嘅位置，去觀察翻佢嘅變化。另外啦，我哋會帶住大家咧去分辨咧骨頭錯位嘅程度，去教大家去摸翻盤骨錯位、頸椎、頭骨錯位嘅情況係點樣樣。通過喺治療嘅前後摸翻佢骨頭嘅大細，去分辨翻你一個骨頭有冇翻去正確嘅位置。最後我哋會通過影相喺第一次治療嘅前後，同埋第5次、第10次，如此類推，幫大家去追蹤翻你嘅體態嘅變化，去睇翻療效嘅進展嘅。我哋醫藝館嘅還原結構治療嘅核心係通過鬆解黏連組織，去令到骨頭喺冇外力嘅情況之下自然回歸正確嘅位置，去平衡五官、改善體態、消除痛症，同時去消除一啲內科嘅症狀。我哋會去睇翻每一次治療提供咗咩嘢效果俾大家。我哋希望幫助大家可以更加直觀地觀察個療效，從而去幫助大家去決定咩時間應該要守，咩時間應該要放棄。